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各位朋友平安。无论你即阵啊伫什么所在，你接到这个电子电脑这个技术，咱适合伫遮来敬拜神，接到上帝的话语，咱来适合鼓励，彼此勉励。特别伫现在这个新冠病毒真厉害的时节。咱有神甲咱同在，咱感谢。时间过得真紧啊！这个病毒进入这个世界，伫咱当中啊，已经有1年半了。时间过得真紧，但是到如今啊，这个病毒也无完全解决。有人存着盼望的心，讲可能今年12月啊。咱有法通毋连斗桥斗、地桥斗来庆祝圣诞节，咱盼望是即款的情形，咱就交托主盼望到年尾时节啊，逐个人快快乐乐，三甲来到神的家，三甲来唱赞美诗来敬拜上帝，即位救世主耶稣基督为咱来诞生。所以今仔日啊，咱求神来借着伊的话语来勉励咱，因为咱也阁未完全解脱，真侪人淡毒啊变色。咱顶摆有一句成语啊，淡好变色，讲到好，逐个惊面去脱去。咱即阵啊，有个人啊，讲到淡到迄个病毒啊，面去变色去脱去。求主怜悯借着伊的话语来勉励咱、安慰咱，互咱有信心也互咱早日来恢复正常。真侪人有工作，真侪生理继续做落去，求主怜悯。咱三合阿头祈祷，亲爱的上帝啊，阮多谢你，你听阮，为着阮来陪伴救赎。就是借着耶稣来到世间来拯救阮。阮知影这个罪恶仍然伫这个世界，病毒仍然伫世界。阮盼望有一日，这病毒离开，上帝拯救世人这个信息继续的伫这个世上来传开，叫相信的人得到罪甲死亡的逃放。感谢主，透阮这款美好的信息，阮存着盼望来听候主搁再来的日子。主啊，现在也阁有真侪人伫医院内面接受医治，有人伫家中，也阁真侪人住伫厝内来避免被感染。来求上帝，你甲每一位同在。有个人身躯破变软弱要得医治求上帝，你甲因同在互因有这个喜乐的心，因为圣经甲阮讲你的话甲阮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保罗伫伊的书信当中，恁着常常喜乐，我阁讲恁着常常喜乐。凡事借着祷告、祈求甲感谢，将恁心中所要讲上帝讲，上帝出人意外平安，伫耶稣基督内面来保守恁的心怀意念。求主借着伊的话语来安慰、来鼓励咱。阮将下面的时间交托你，求你圣灵来带领、来引带，叫你的名得到荣耀，叫阮兄弟姊妹甲听见的人来得到益处。荣耀你，奉耶稣的名祈祷，阿门。为我受伤，为我受伤。
在十字架，耶稣为我受伤，追梦赦免我，竟得着释放。都因救主耶稣为我受伤，为我受死，为我受死，在十字架，耶稣为我受死，因他受死，我的救赎福气，都因救主耶稣为我受死，为我复活，为我复活，有坟墓里主已为我复活，死亡渡口，今后不能害我，都因救主耶稣为我复活，为我活着，为我活着，在高天上，耶稣为我活着，救主昼夜祷告祈求为我，都因救主耶稣为我活着，为我再来，为我再来，必有一天主要为我再来，见主海面何等喜乐畅快，满心赞美主，他为我再来。各位的兄弟姊妹，各位的朋友，今仔这主日的讲题啊，是受苦难的仆人耶稣基督。这个是一个预言的信息，是预言伫旧约预言，将来有一位满有慈爱。上帝所差派来的仆人，来世间来拯救世间人。啊，这段经文啊，是记载伫倒落呢？啊，记载伫以赛亚书第52章13节到53章的12节。咱知以赛亚书啊，这段经文是记载伫以赛亚书啊，请兄弟姊妹。有两个声音哦，两个名字亚军，以赛亚叫弥赛亚，这两个真军。弥赛亚是弥赛亚啊，以赛亚是以西亚，以赛亚啊，以西亚，弥赛亚就是弥赛亚哦，咱唔通听乱吼，唔通听乱。弥赛亚是上帝。预言当中的披高抹的王啊，将来就是这个就是预表耶稣新约的耶稣。以赛亚是一个先知啊，一个先知啊，上帝所用的一个先知讲预言的。那么今仔日所要讲的这段经文是记载伫以赛亚书52章13节到53章12节。咱知影这个以赛亚书啊，是以赛亚所写的，以赛亚所写的啊。以赛亚这个名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那么伊写这边以赛亚这个先知书啊，是旧约当中5本大先知书啊，5大先知书啊，就是以赛亚书、
亚利米书、亚利米哀歌，也佫有这个以西结，以西结书，也佫有这个一个先知，先知，忽然间是讲到迄个先知，煞袂记咧，就是但以理书啊，这5本书啊，最短的一本就是以赛亚书、先知书伊是篇幅最短的，敢若叫做大先知对小先知小先知也是讲到伊的篇幅写较长用了佫较侪的内容讲的佫较侪项代志。那么作者就是以利亚，这个伊的内容真奇怪一共这本以赛亚书一共有66本册，交全本的圣经相同是66本册旧约是39本册，新约是27本，加起来规本圣经有66本的册。真奇妙的一项代志就是新约的这个旧约的39本册新约的27本这旧约的这个39本主要是讲到罪恶交神的审判。27本的册呢，讲到弥赛亚耶稣来到世间来拯救，所以真长以赛亚书全39本是讲到神的审判，交人的罪。后27章是讲到弥赛亚来拯救世人的预言，叫新约、旧约几本圣经的真长。那么以赛亚书是讲预言预言甲责备，所以神会讲到神的降临神国的降临，甲基督弥赛亚的拯救，也佫有讲到百姓的称义，也佫将来新天新地的盼望。所以有人称呼这本以赛亚书是第5本的福音书，因为新约有马太、马可、路加、约翰4本福音书。那么伊内容呢，这本以赛亚书内容先称呼是第5本福音书，将这福音带给世间人。那么伫这个今仔日讲的这个信息当中你讲到这个以赛亚书有一段经文叫做伫咱们讲的52章13节到53章的到12节这段经文内面是称呼以赛亚书内面的仆人之歌，仆人之歌会分做4段当中的最后一段就是讲到这个弥赛亚怎样的受苦怎样互人鞭拍，怎样互人拒绝，怎样将来得到荣耀伊大概咱咧主要集中是第4段第4首的这个仆人之歌。那么伊的目的是啥物呢？写这段的目的是啥物呢？主要的目的就是讲到犹太人这个时节被掠去外国巴比伦的时节，所写的跩话语来互因得到一个安慰所以甲因讲到啥物呢？以色列百姓的安慰是在乎啥物呢？在乎上帝的这位弥赛亚救赎主伊要来拯救因，甲因讲上帝无离开因，无放杀因，上帝
反正甲因同在。那么伫即段经文当中啊，来预言啊，来描写这位弥赛亚，就是救赎主吼，伊是一位受苦的仆人啊，所以咱今仔日要讲的是用5段圣经节啊，5段圣经节啊，分做5段，每一段用3节圣经来讲到这位来形容这位弥赛亚来到世间啊，要拯救的这个仆人是啥啊？现在咱讲头一段哦是对52章的第13节到第15节，就是这个第52章的落尾咯，讲到这位仆人啊，被高举啊，伊最后会得胜，伊也是一位互人真惊的仆人啊，互人看到，敢若安尼啊，互人真惊的一位仆人啊。来，咱先将这3节的经文读一遍。第13节按52章的13节安尼讲，伊说：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而且正为至高正为至高。第14节，真侪人因着伊来惊吓惊奇伊的面貌比别人搁较憔悴伊的容貌伊的形容貌比世间人搁较高大讲到伊的面貌真无好看第15节讲安尼，伊的确要洗清去真侪人的国民真侪国民君王要向伊避丘，因为所未捌听见传途因的，因的确要看去；未捌听见的，因要明白。所以这段是讲到什么呢？讲到开始是讲到伊的智慧，讲到伊的智慧，讲到这个仆人是满有智慧的。当咱看到读新约的时阵。有一家文士叫法利赛人，常常来找耶稣的麻烦，即找一家问题咧掠伊的把柄，要掠耶稣伊讲毋对话才来告伊，伫政府的层面来告伊。曾经有一家法利赛人甲文士伊掠一个女的，将一个淫妇掠咧，来到耶稣面头前说耶稣夫子伊说这个妇人人伫咧行淫做歹代的时阵互阮掠着伫摩西律法中吩咐咱说将即款的妇人人这个无守条规行淫淫乱的妇人人用石头甲伊拍死。你看耶稣，你看应该无应该安尼做呢？因的目的干哪只是要试探耶稣，为着要对耶稣的讲话当中摕到把柄耶稣听到安尼，伊就弯腰伫涂骹咧写字，写什么字？圣经无讲涂骹咧，拢是真侪涂粉伊就伫涂骹咧写。当你写的时阵耶稣就对因讲，伊讲恁中间上若无罪上就用绳摕石头将这个女的甲伊讲死，甲伊拍死。那么做人看来看去为什么耶稣那么踮涂骹那写字？为什么耶稣无答应、无回答因呢？可能是耶稣要拖遮人有时间互因有时间反省因家己的罪，因为耶稣讲，凡若是无罪你用绳摕石头将伊拍死。
因为说我也受罪因为反省家己，所以经过安尼耶稣一讲的时阵，跩一个就离开了。耶稣起来共这个妇人人讲，伊说怀人无定你的罪吗？伊说因无已经行咯。耶稣甲因讲，我也未定你的罪，我也是未定你的罪。你行你倒去对担了后毋通搁再犯罪咯。所以这个人就离开。对遮咱看去耶稣的智慧来用这款的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并且拯救了这个妇人人。所以圣经讲伊的仆人行做代志真有智慧所以这个先知以利亚也以赛亚来带咱注意，讲这位仆人这位弥赛亚耶稣毋但有智慧做代志佫是通达顺服神要叫伊做的代志顺服神。真侪人拢因着耶稣所做惊奇，真奇怪你会记得耶稣一摆叫伊门徒伫这个加利利海的时阵，伫咧行船的时阵，对即边渡到迄边去，半海的时阵拄着大风浪，所以门徒惊非常惊因为迄水入来咯要飞咯因逐个惊，看去耶稣伫船尾伫咧困，就赶紧叫耶稣阮咧要死咯，你毋插阮吗？赶紧将耶稣赶紧耶稣坐起来，就是恁的信心伫倒落恁的信心真细伊就责备风甲浪停了吧，静了吧，这个风甲水立刻风浪立刻就停，就平静落来。跩人真惊奇真奇怪说，你看这个是啥物人连风甲水拢听伊的命令所以耶稣毋但是满有智慧，满有权柄甲能力那么另外一方面来讲，对人的观点来看耶稣的面貌无啥物通值得人吸引人的，因为圣经描写伊啥物形容伊是真憔悴伊的形容真高大。为什么伊会安尼呢？可能耶稣是为着人的罪恶来伤心，为着人离开了上帝的道路来烦恼伊直咧到孤单，伊直咧到憔悴为着因来伤心。耶稣吸引人，毋是因着伊的外表，乃是因着伊的内心，叫伊内面的权柄，甲迄个灵内面的力量你看，耶稣这看到怀伤心的人，耶稣安慰，因就得到平安；看到怀残废的人还有破病的人，伊就医治因；痴迷的、摆卡的、半水的、抬高的、头鬼妇着，而且耶稣就帮助因甚至叫死人个复活。所以对伊的内面有权柄、有能力、有慈爱、有怜悯有迄个灵内面的力量，是对天顶来的力量。虽然伊无外观来吸引人，但是伫伊的品德、伊的内在是非常的重要。真侪人感觉奇怪，耶稣会行这款神力，这个人生出来就痴迷的，耶稣行神力，伊就会看见了。一句话就医治了伊的病。所以耶稣是为着上下来忧伤为着跩忧伤，为着罪人忧伤烦恼，为着因来劳苦，为着因来伤心来忧愁，伊直要到面貌憔悴，形容孤单。这款的仆人伊有智慧，真侪人说，哎呀，这款有智慧的，佫真有权柄、有能力的人被神高举真侪人学了，竟然这位互人掠去
互人刑罚啊，一直到啊伊诶面貌全非啊！互今仔日真侪人吼来问啊，伊啊到底伊是人啊，毋是人啊？伊面啊反歹看，伊敢若爱受苦啊？啊！圣经讲啊，伊安尼做是为着要洗清去真侪国民啊的罪。圣经就安尼讲，到即位仆人是安尼。第二段呢是第53章的第1节到第3节，讲到即位仆人啊难以想象的，因为互人拒绝啦，有这个准有权柄能力，而且有智慧啊，竟然互人拒绝咯。圣经是安尼讲，咱所传的有谁啊相信啊？耶和华的膀臂互上啊来显露，伊伫耶和华面前霜中，亲像轮机轮真轮会牙来亲像棍会出伫大的地，伊无加行美容。无真水无美容啊，无烟头啊。咱看起伊的时阵，也无美貌，互咱来羡慕伊。伊被描死，互人厌弃真侪多受痛苦，上经历到忧患，伊被描死。亲像互人遮面无要看的一样，咱也是无尊重伊。圣经是安尼描写，真侪人无相信耶稣的信息，真侪人传福音，真侪人毋接受，真少人会去相信这个救恩是上帝安排来，伊的信息是出于神的，有人毋相信。咱若看起耶稣，伊无真水真英俊的外观，甚至毋认捌伊互人拍。腿配烂伫面顶，变做伊的面容毁了，身躯毁了，无伊的外观无人有得人引诱人。所以圣经是安尼描写即款的人甚至伊出来传福音的时阵，来行神力奇事的时阵别人所以宗教领袖讲，伊是靠魔鬼王来行神力奇事的，侮辱伊，拒绝伊，伊的信息无人。就是现在，咱在向人讲福音的时阵，有人听是听去，但是毋接受。也无人得到迄款的尊重。所以圣经讲伊是一款的互人无尊重、互人拒绝的人。咱世间人咱问说耶稣是谁有人可能说伊是这个道德家真有道德的人，是伊的信息讲的一个话语是袂歹可能有的人称呼耶稣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圣人是先知，但是无将伊当作是救主。或者伊真侪人的问题来赞美伊的回答，真侪人生活顶面的难题，是社会的问题，但是
伊无承认，人无承认家己是一个罪人，伊毋相信上帝的审判，人毋相信，我人做好就好，毋相信伊的信息，圣经内面的信息，伊毋相信耶稣会死啊，是来满足上帝的这个公义叫凡相信的人，甲神就和好了。真侪人毋相信，所以藐视看轻你，拒绝你。第三段是讲到这个救赎主这个神的仆人是救赎，伊是一个来救赎世间虽然咱应该着受审判，但是这个弥赛亚竟然为着咱众人的罪来受审判。第三段是53章第4节到第6节，安尼讲第4节讲，伊诚然担当咱的忧患背负咱的痛苦，咱却以为伊受责罚互神来击打受苦了。第5节，咱会知影，伊为咱的过犯受害，为着咱的罪孽来压伤，因为伊受的刑罚咱得到平安；因为伊受的鞭伤咱得到医治。咱拢亲像羊行迷，各人偏行家己的路，耶和华互咱众人的罪孽拢归伫伊的身顶。这位神的仆人伊的特点是啥物忧伤痛苦受罚，但是在忧伤甲痛苦，耶稣受罚互人鞭拍，毋是耶稣本身家己的罪受痛苦受刑罚，乃是上帝用伊的痛苦受罚来拯救咱相信的人，因为伊受的痛苦是为着咱，是代替咱来受刑罚，来担当咱的痛苦甲忧伤，来担当咱的罪过来互上帝公义的审判。咱知罪的本质是啥物罪的本质就是行家己的路，行家己的路，无行上帝的路，无行上帝的道。真侪人行失是因为行家己的路，我要怎样就是怎样，太过自由放纵，无行伫正道内面。咱亲像羊行迷，行家己的路。咱知影羊真过短生份人，真侪短人行。人头前是怎样创，伊也是怎样创；别人跳，伊也是跟伊跳，真危险咱人也是同款，咱人真容易行毋着路，行家己的路，得着歹样、歹的朋友。真侪人行入迷途时间只毁坏了家己的一生是grund得了怀歹的朋友，学习因的榜样，歹的榜样。因跩人替跩歹的朋友、歹的人因又行袂了路。咱看去现在社会顶面有真侪青年人，有真侪成年人，因吸毒因跋筊，因醉酒、分辨、欺诈，各款的做因由，拢是行家己的道路，无行神的路。咱亲像羊行袂了路，行家己的路
咱人啊，需要一位好的牧者，亲像耶稣。耶稣讲啊，伊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来舍命。咱每一个犯罪的人，亲像羊行迷路，咱就需要一个好牧者，将咱带去到对的道路，带伫溪水边，带去青草地，带去行义路。咱需要即款的好牧者。耶稣曾经讲啊，伊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甲生命。若无借着我，无人有法通到天父迄搭仔去。为虾米呢？咱人袂晓行正路，拢是行歪路。咱的内面无真理，拢是家己人的道理，家己的理由，所以行错路。咱犯罪就干哪子？咱的生命就行伫黑暗罪恶当中啊！一直来到死亡。第四段呢，讲到什么呢？第四段是讲到这位仆人啊，弥赛亚就是耶稣啊。虽然伊是无罪，但是伊默默的、静静的顺服静静的为咱受苦，来担当咱的罪。第7到第9节是安尼讲，圣经是安尼写。伊讲伊被欺压。伫受苦的时节啊，却无开喙。伊亲像羊啊，被牵去互人抬的迄个所在又搁亲像伫迄个剪门的手中啊，无声。伊也是这样会无开喙咱有常时电视的看到咧剪羊门或者是去内蒙古，咱会看到蒙古人叫咧饲羊的到秋天还是咧要冬天咧要到了，伊是剪羊毛，无出声，去掠去，要掠去抬的时节，也是乖乖互人掠去；剪羊毛的时节，也静静互人掠去剪羊毛。咱看耶稣伫顶死以前啊，去审判，将罪恶加无伊，鞭拍伊。但是最后跟你掠去等12家，伊也是安尼无声。圣经讲，伊也是这样不开口。伊受的欺压甲审判，伊被夺去了。世间的人想到说伊受鞭拍是上帝责罚伊。是因为咱的百姓的罪，所以圣经这段预言甲咱讲到这位神的仆人弥赛亚，也就是耶稣来到这世间去顺服神的带领，无开喙，无反抗，安安静静的顺服，一直来到。行到12架顶，牺牲了伊的性命，因为伊知影，伊就安尼忍受落去因为世间人会相信这位救赎者，接受伊，因的灵魂才会得救。为着众人，为着世间人的利益，虽然伊受压迫、受伤、受到痛苦，但是呢。伊也阁是向头前行，无回头，无退后，也无做声，伊就默默的忍受痛苦、顺服到死。耶稣的死毋是向软弱来投降有的人讲，你若无反抗伊若反抗，这个救赎就袂完成咯。伊若逃走也是袂完成咯。咱世间人就犯在着行到死亡的道路去。
无法通得到拯救。除了伊以外，世间无别个救法。伊是啥物啊？伊是故意，虽然痛苦，伊是调工控制了家己，无反抗，无讲歹话，无去骂人，默默的忍受，并且无有被压倒伊无还手。伊最后咧结束的时阵，结束了伊伫坟墓内面，结束了伊的生命伫坟墓内面，伊的死啊，无人将伊当作英雄来敬拜，来钦佩，伊是一个 hero。伊空的坟墓来证明伊是神的囝。空的坟墓是伊无伫内面，已经复活去了。伊即款的忍受，到伊复活的时阵，伊就做成了拯救世间人的一个功劳。历代以来啊，世间人互罪恶交死亡捆绑咧，无法通得到逃跑。伫即个是耶稣伫十字架顶所做成的一款的救赎的大功的时阵，即个死亡，即个罪，才有法通得到一个解决，互带来世间人的盼望。到最后一段是讲到什么呢？讲到即个仆人被告基虽然弥赛亚伊死看起来是一场的悲剧，但是这是神救赎的计划，特别的安排。最后呢，的结果呢，就是胜利了。这位弥赛亚得到胜利了。所以第10节到第12节讲耶和华却定意将伊压上，将弥赛亚耶稣压上，互伊受苦。耶和华互伊为做一个赎罪祭。伊的确要看起伊的后裔并且要延长伊的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代志，必亨通第11节，伊的确要看起家己劳苦的功效就心满意足。有真侪人因着明白伊的仆人这位弥赛亚来得到称义，称义就是成做一个上帝看为无罪的人，并且伊要担当真侪人的罪孽。圣经是安尼讲第12节，所以我要互伊甲位置真大的功分，要甲强盛真强盛的军分猎物因为伊将伊的性命倾倒，伊直到死去，伊也被归纳伫这个罪犯当中伊却担当真侪人的罪，又搁为罪犯代求。在一幕拢伫耶稣的神顶，伊死的之罪，搁伫顶十字架顶，搁为遮罪人讲天父啊，你赦免因，因为因所做，因毋知影，为遮罪犯得代求一项拢应验。所以这段经文是讲到仆人为受苦所以伊的受苦毋是因着家己犯罪，乃是为着世间人的罪。伊无罪，被审判时说，伊讲我无发现着伊有啥物罪敢要掠来刑罚要来掠伊等十字架，查无出伊有犯罪伊无有一件上帝所做的这项代志，
无一件是偶然发生的。什么是偶然的？草图坎，无经过计划的，就安尼发生了，想袂到的代志。耶稣，上帝找耶稣来到世间啊，是命定的，是有计划的，是上帝特别安排的，是上帝的旨意，为着是要拯救世间人。所以，咱旧约所预言的这项遮代志啊，一幕一幕拢按部就班的发生，应验伫耶稣的身顶咯。所以咱看旧约所预言的这项哦，拢应验咯伫耶稣身顶。对于耶稣出世的时阵，拢预言嘅，伊是头一个童贞女来生出来，一直到点到了发生什么伊死的时阵个怎样装伫坟墓内，去甲罪人甲罪人同顶归纳伫罪人当中，这三个批顶的人，耶稣伫中头，边头两个人计犯罪受刑罚。耶稣伊是无罪，伊伫等伫中头甲罪人，将伊当作罪人来看待。为什么受苦？这位仆人是为着咱相信的人得到生命，因为伊带退人来死的这个工作已经完成了，又将怀信靠伊的人带来了称义，带来了甲上帝和好，毋能够受将来的刑罚。这就是上帝的预言啊！虽然以赛亚书的预言无有讲到这预言的这位仆人是谁无讲到伊的名，但是讲到弥赛亚，讲到伊的仆人。咱现在伫新约的信徒，咱知影咯，因为有圣经新约圣经甲咱讲结果咱看到一项拢按照旧约的预言一项应验了。所以耶稣是背负了咱众人的罪，伊本人无有罪，无罪的人来代替咱有罪的人来受刑罚，上帝公义的审判甲刑罚，互咱遮罪人因着相信，可以伫神的面头前来成做义人。所以现在这个世代真需要这个牧者耶稣基督的拯救。当咱想到伫这个四周围咱的朋友、咱的亲人，甚至咱伫毋捌伊的人当中咱当咱听到看到因所拄着这代志咱为因来伤心，咱为着因来烦恼，因为怎样呢？咱会看到因心内真沉重，想到因去跋筊，明明无需要去做跋筊的代志将一点到家破人亡，有的人跳楼自杀，有的人家产完全无去了，生理无去了，有的人吸毒毁了伊的前途，有的离开家庭出行，甚至伫外面流浪无活倒来，有的人贪财害命，有的人跋私交，甚至将家己的囝儿拍害死，为着要得到这钱。所以咱看到这个世界，这罪恶非常的厉害，为着贪心，为着利益来害人害人。所以代志总而言之，咱世间人有一理，归根究底是啥物呢？就是因为世间人拢犯了这个罪这一理。圣经甲咱讲，咱世人拢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
无世间无一个人说伊无罪，就是你捐献伫社会真侪钱，做真侪好代，咱捐的遮钱无法通洗清咱的罪过，捐的遮钱啊，做遮好代，无法通抹去咱心中的罪孽啊，因为咱世人拢犯了罪，可能是为着面子，咱做遮代志。为着名义做遮代志，但是圣经讲，因为世间人犯了罪，按照定命，人拢有一摆死，死后阁有一个审判。这个审判是上帝要审判，伊是一个公义的，伊无将有罪当作无罪，也无将无罪当作有罪。上帝的审判是做得公义，所以咱既然有罪，咱的审判就是死亡。所以，咱每一个世间人拢逃袂开啊，无法通逃过上帝公义的审判。咱讲的每一句话，咱做的每一项代志，上帝拢看清楚，拢记录在案。将来，咱每一个人，囡仔大人，拢徛伫神审判的台前啊，要审判咱。咱若是受审判，怀名利若无记载伫生命册的人啊，就是有罪咯。怀名利记载生命册，就是怀信了主耶稣，耶稣会代替咱的罪孽啊，受审判了，咱就清气咯。伫上帝面头前啊，就称呼做义人咯。义人是无罪的咯。伫审判官面头前，义人是无罪的。咱若毋是义人啊，就是也阁是有大罪。当咱死亡的时阵啊，咱受刑罚、受审判是按照咱的记录，毋是按照咱捐偌济钱、做偌济好代。因为人的善行啊，到底着善行较偌济，才是有法通得救啊，无办法，靠着家己。所以圣经讲啊，人得救是在乎恩典啊，也因着信啊，毋是靠着家己的行为。咱是上帝所赏赐的，才着信，才有法通得救。信上啊，信一位耶稣基督，伊是无罪，代替咱有罪受刑罚。你袂用你叫一个大有权柄的，叫一个总统来代替咱受上帝的刑罚。总统伊也是着伫徛伫神的面头前，国王也是着徛伫上帝面头前受审判，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你若是未信耶稣吼，你赶紧着相信哦，因为这是机会啊！伫这个疫情真厉害的时阵，这无小心，这个病菌传入去吸入去你的鼻孔，入去目睭咧，入去喙咧，你摕物件食。你的手有病毒，你食落去身躯，你就中毒咯，你就有病毒咯。你着病毒的时阵，你无一定会通过，可能是对打了后啊，无搁再存活伫世上咯，就离开了。那么你离开的时阵，你的灵魂要去倒落，是天堂还是地狱？要你去天堂还是地狱，毋是在乎你爱去倒落。乃是在乎你有耶稣的生命啊无，有耶稣的保护洗清去咱的罪啊无，就是着靠咱接受耶稣基督立志群地主这位好牧者。所以各位兄弟姊妹，现在是时阵，毋能够延前所以圣经讲啊，神疼世间人，甚至将伊的独生子使徒因，叫一切信伊的人。无至到灭亡，反倒当得到永生。这是上帝托咱的救赎，托咱的机会。真简单，相信咱是罪人，接受耶稣做咱的救主，伊无罪代替咱有罪受刑罚，咱就得到永生。咱信徒、信主的人，现在伫这个。病毒也厉害，真侪人心内真沉重烦恼。上帝有一句话有2节圣经节来
所以咱会结束伫希伯来书第4章，希伯来书第4章第15、第16节安尼讲，因为咱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并毋是无法通体恤咱的软弱，咱逐个人有软弱啊，上帝怜悯咱有软弱。伊也是伫不凡事受过试探，甲咱相同。咱有受试探犯罪，做毋对，犯罪。耶稣也不受这试探，但是无同的是，咱犯罪了，但是耶稣只是伊无有犯罪。耶稣也是甲咱受试探，伊无犯罪。伊是无罪，才有法通拯救咱有罪的人，才有法通代替。所以咱只管着坦然无惊吓的来到施恩宝座前，施恩宝座前就是靠咱伫约柜的迄块金牌金冠两个天使，代表神的同在。咱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来到神的面头前，为着要得怜悯蒙恩惠，要做随时的帮赞。所以咱有软弱啊，咱知影。咱有惊吓，咱有烦恼咱有挂虑，将咱的这烦恼挂虑来到神的宝座前啊，为着来得到伊的怜悯，为着要蒙伊的恩惠恩典，来做时时的帮赞。所以圣经也是甲咱讲，你着将你的重担卸托神，因为伊顾念你。感谢主。咱将咱的重担交托给主，伊顾念咱。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借着今仔日的信息，你赐托阮一位救赎主耶稣基督，就是你的仆人，就是旧约的这位弥赛亚。伊是怎样的谦卑，伊是怎样的为着伊众人的罪情愿的受苦、鞭拍，甚至伊的面貌。无法通认出来，伊为虾米安尼做？那是为着疼咱世间人。所以咱伫上帝面头前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阮的救主。只有这个方法，阮才有法通得救。感谢上帝为阮安排的这个恩典的救赎。叫阮相信，就得到永远的福气。阮在伫世间也个存活的人，会拄着病痛，拄着困难，各款的问题。但是上帝伊讲，咱只管坦然无惊吓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来得伊的怜悯，来得到上帝的恩惠，来做随时的帮赞。由上帝的圣灵来安慰、来帮助，互阮有信心、有平安、有喜乐伫阮的心中。因为上帝内面是无绝望的，只有盼望，直到永永远远。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